文化新眼界来看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最近有收到真侪台湾重要的音乐家、文史专家一寡真珍贵的文物，其中嘛包括2个月前过身的文史家曾永明老师的收藏甲手稿。未来这珍贵的资料会做数位典藏甲研究。 早年描述查某囡仔期待爱情的传统歌谣《望春风》，曾一鸣老师在生前改写歌词，代表现主时的男女平等观念。即阵曾一鸣老师侪手稿收藏，嘛整理出来，关乎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保存。老师嘛是真想讲有心啦，伊讲伊即世人吼收遮侪物件，尤其是音乐方面那尤其甲遮前辈包括伊甲迄个吕先生老师啦甲迄个李林秋老师，因遮前辈伊嘛拢有甲因交往会使讲是用脚去做历史调查的一个咱的先辈每一项文物拢代表过去的时代风华，尤其第一手资料嘛需要音乐家的关键，才有法度互大众看到上原始的版本。真济珍贵的这个民谣嘛是爱透过这个家属，甲过去比如讲这音乐家采集所留落来这个上早的版本的文书资料，还是讲手稿会当发表，咱当看到更较早一寡重要的这个文献资料。今年观众者有来自音乐的理论创作和演出，也有文学等专业领域。文物类型包括手稿、文献、相片、相关收藏这些珍贵资料。真欢喜，就是讲有遮侪咱台湾的这音乐家，甲因的作品，个伊所有的这重要的文物，能够关乎阮传艺中心的台湾音乐馆。我相信这批文物也应讲是咱即马咧重建台湾音乐史内底最重要的这文物。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表示，因为2017年开始陆续接收重要音乐界、艺术文化界人士所捐赠的珍贵文物，未来嘛会继续收集整理，让台湾音乐史完整呈现。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报道。